人更越天仙王啊！難得翩翩風度，更解溫柔啊！溫柔，有一宗心事不可泄露，分毫哦。斬攬3場就做完啦，有啲依依不捨。下次真係要做多幾場先，係嘛？大家都唔夠喉喎，應該睇多幾場。咁我首先係講啦，今次3場演出啦都好順利完成啦嚇。咁亦都係好多謝3場入座嚟睇戲嘅觀眾啦，多謝你哋嘅支持啦。咁啊，希望你哋繼續支持粵劇啦。咁當然我都要繼續係要多謝我哋新龍門客棧嘅全體台前幕後。我特別要講一講咧，就係我哋嘅武術總監韓燕明師傅，大家咪覺得個武打場面係好震撼啊！個個演員都藝高人膽大，請我哋嘅武術總監韓燕明師傅。咁亦都要係辛苦我哋嘅擊樂總監高潤培師傅啦，同埋樂樂隊，我哋嘅音樂領導彭錦順師傅同埋樂樂隊，同埋我哋嘅聲效阿嚴志同埋阿威，多謝晒。我哋請一請阿 BB 出嚟啊！我哋嘅執行導演同埋編劇杜永森。咁啊3場做完啦，我哋就後會有期。我嚟講，交龍哥講。未演出之前呢，大家密鑼緊鼓，好緊張，應付3日嘅演出，眨下眼3日呢就順利完成。咁亦都喺呢個演出呢，希望帶俾大家有視聽之餘，同埋呢有咩意見呢，可以提供俾我哋，亦都繼續支持粵劇，繼續支持師姐嘅產品同埋佢嘅作品。非常之感謝呢3晚嚟入場支持我哋嘅演出嘅各位觀眾朋友係，咁亦都好多謝師姐啦，咁出錢出力，同埋佢哋一班嘅團隊，能夠將我哋劇界咁多台前幕後咁多前輩啊，同埋我哋成班兄弟姐妹聚埋一齊，能夠演呢次嘅新龍客棧，今日非常之難得嘅機會，咁亦姐喺度希望大家下次繼續支持師姐嘅作品，多謝各位。支持新龍門客棧，多謝師姐同埋師添，多謝台前幕後咁多位，好開心喺當中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香港粵劇，多謝。多謝各位江湖合拍嚟到能夠嚟行參加我哋嘅武林大會。今晚雖然無酒無菜，但以博藝呈現，希望大家多多指教，亦都再次感謝師姐我哋呢位武林盟主。希望今後我哋好快江湖
胡作健，請。好開心，好感恩可以參加一個咁大型嘅製作，咁我自己都學咗好多嘢啦。咁喺呢度辛苦台前幕後所有工作人員，咁仲有10幾日咧就過年啦，提前喺呢度咧同大家拜個年啦嚇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明年啊繼續支持彭美詩粵劇作品。好開心，講真，大家都好合作，我哋好努力去排好嗰出戲。我後尾睇，我自己都覺得幾精彩嘅。你睇富士王大戰四大文武生已經夠㗎啦，係嘛？希望你哋中意啊！多謝多謝。首先多謝各位觀眾，呢3晚每位觀眾買飛入場支持我哋嘅觀眾啦，真係好感恩有你哋支持，我哋先可以繼續重演，再重演喺呢度咧，亦要恭喜師姐咧，師姐每次嘅作品咧，真係佢每次喺排練當中咧，佢一定係親力親為，一定出現嘅所以每個作品咁成功咧，所以喺背後咧都付出好多嘅時間精力喺裏邊。往後師姐嘅作品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，多謝。大家好，我除咗感恩就係感恩，感恩有你哋，多謝。都係首先要多謝各位駕臨西九血中心支持粵劇、支持師姐嘅師添隊，佢嘅製作根本就唔需要再多講㗎啦。咁亦都辛苦台前幕後，因為其實後台仲有好多兄弟喺度幫手推埋啲台啊成，有啲演員都幫手搬台，辛苦權哥同埋錦哥領導嘅中西樂。最後呢，正如剛才有位演員話齋，出年希望再可以睇到師姐嘅精彩製作。多謝大家。多謝大家。今次就今次3日打得非常之過癮啦。多謝小學老師設計嘅武打風格啦，都比平時比較少接觸嘅。多謝權哥配合我哋，多謝錦哥，多謝師姐搞咁大型嘅，俾我哋有機會展示到自己。多謝師姐。多謝咁多位入場支持嘅觀眾啦，好多謝師姐俾呢個咁寶貴嘅機會我去提高自己啦，亦都好多謝何燕明老師嘅武術設計同埋權哥嘅打鑼啦，錦哥帶領一眾嘅樂師們嘅演奏啦，咁非常之唔捨得，我會繼續努力，希望再重演，祝大家新嘅一年身體健康。多謝師姐，多謝台前幕後各位嘅前輩、各位嘅手足。大家都好努力去嘗試喺傳統當中揾一啲創新嘅嘢，希望一啲比較新嘅東西，觀眾們都喜歡，觀眾們都接受。再一次多謝各位觀眾。